咱来开始第二场咱的台语的礼拜。着趁耶和华通找着日时来找伊，伫伊三困的时求救伊，歹人着离开伊的路，不义的人着改换伊的念头。归往耶和华，伊要怜悯伊；归往咱的上帝，因为伊要骗行赦免。这时，咱三个来用圣诗第27首《我主上帝》。请大家起立，来用全首。我的
这时咱三家徛伫来做咱的信用告别，请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。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，就天他做全能爸上帝的大名。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，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信道相通，做下面肉体国我，永远活命，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三个来启文第59篇罗马书第10章。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，用信心上帝予伊对死人中复活，就会得到救。因为人用心信，就会得到称义。圣经有安尼记载，信的人失望，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。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，拢会得到救。毋过因拢无信伊，哪会求救伊呢？拢无听到，哪会信伊？拢无人传，哪会听到？照圣经所记载。传播予因的人，伊的脚迹，遐尔啊水，毋过，以赛亚讲：主啊，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啊？毋过，我要问。因敢真正拢无听到吗？圣经安尼记载，因的声音传遍全地。好，一时咱三甲来压头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恭敬会来到你的面宝座前。真心真意的来敬拜你，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你统下管理所有的一切。阮的生活、动作，甲咱的快乐，拢伫你的手头。愿万人拢来到你的面前来压落跪拜，万口拢要来学乐你，承认你是主，你是万王的王。主啊，当阮学落的你时，互阮有幸福的感觉，因为你为着疼阮道成肉体，受苦赔命，你的死救阮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毋过受罪恶的捆绑，互阮每一个人有真正的自由。你实在是配得阮一生来敬拜你，主啊！阮学落你，是因为你做阮随时的帮站甲避难所。投靠你的人，拢是有福分的人。我们尊重你的性命到永远。安尼的祈祷是奉主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门。这是咱三个来看上帝话，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34到43节。上帝话安尼讲：
彼得开嘴讲：但我真正知上帝无用外貌的人处人，独独伫德国敬畏伊来行伊的人，互伊欢喜接纳。上帝所寄互伊以色列子孙的话，对耶稣基督来传和平的福音，伊是万有的主。这个消息临在时，伫约翰所传的洗礼了后，对加利利起到便犹大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上帝有怎样用圣神才会活伊？伊就世界行做好事，伊好既若魔鬼所压制的，因为上帝甲伊伫地。既若伊伫犹太人的地方，甲耶路撒冷所行的原做干净，人就调伊伫查里来害死伊。到第三日，上帝互伊搁活煞出现，毋是互正百姓看，是互上帝大神所拣选为着伊做干净的人看。就是阮遮个伫伊对死人中搁活了后，甲伊相甲啉食的人，伊搁命令阮传互百姓干净，这个是上帝所定定做活人死人的审判时。正先知也为着伊做干净，就是凡那信伊的人，对伊的名得到罪赦。以上是上帝话，愿主听伊搁去行的人。这时圣歌队要学乐，学乐的是信心的旅途。信是一个美好的礼物，为我打开一扇窗户，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，实现在心灵的深处。信是一个奇妙的祝福，为我打通一条道路，让我拥抱天父永不迟延的应许，即使眼前乌云密布。那星星的旅途，翻山越岭也不轻易调转脚步，那星星的岁月，千山万水总是诉说天父在看顾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如果没有所望之事，怎能拥有信心呢？实底又怎能显现呢？信
星星的旅途，翻山越岭也不轻易调转脚步。星星的岁月，千山万水总是诉说天赋在看顾。进度今仔的题目是领受信心甲能力，请跟着牧师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除了编开咱的圣经以外，咱嘛编开咱的周报第18页，是整个讲道的这个大纲以及重点的这个提醒。这礼拜因为我较无闲，虽然讲道篇真早就写了，不过较无时间来这个背稿，所以我的面会较少来光照咱各位。不过，咱也认真听、认真秉圣经的话，上帝欢喜的面照常会照咱。直接要讲的是，每一届准备讲道，我拢会看和合本、现代中文译本、白话字以及上新的台语的这个台语的这个翻译本。有当时会研究希腊文对这个字眼的这个解说。所以讲道中间对圣经的用字检测，甲咱手中的即个圣经的用字会无同，所以一只用大来解说，之未继续分享进前，咱做来感谢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会听，你将圣神赏赐予阮。第一要紧。是会当互阮通过信心来明白你的圣子耶稣基督。第二，阮接受信心，也是要照耶稣基督的款式来跟对耶稣，亲像耶稣，将福音来传遍一全地。求主上帝你的信心拍开阮的心门，来领受在分享的中间，你要授赐互阮个人的帮赞以及亮光。愿安尼祈祷恳求以及交托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大先一只，互咱思考一个问题：当咱开始即认真追求信仰，也是讲即建立咱个人的新学观进程，到底咱是怎样开始有安尼历程甲气力？讲一步较坦白，是啥物款的情形，啥物款的境遇状况，直到你开始思考，开始认真去追求信仰，去建立咱家己的新学观。咱每一个人会因为咱境遇的无同，所以咱所建立的这个新学观嘛会无同。若是讲咱的新学观拢无同的时，那安尼。送的神学较是正确的。当咱只用别人，只分享咱的生命的见证的时，我要讲的是，咱的见证，减会堪值，互人来辩论。咱用人分享的见证，减会堪值，互人检验，甚至互人否认。神学家捌运用即个猜谜来蒙像、写字抹像安尼故事，来比喻每一个人的神学观。伊的意思是安尼，伊讲每一个人拢会坚持家己所经验过较是真的。每一个人拢会坚持家己经验过较是真的。总是咱若是接续即个猜谜蒙像安尼故事的话，咱检测会当安尼来想，若是遮个猜谜的人，因愿意来听其他的人的分享甲介绍，刷动家己的脚步，离开家己原底坚持的迄个立场的话，
这层面检视会当完全来了解明白迄只枪到底生做啥物形。我伫新学院的时，有当时上课的中间，牧师甲教授会伫顶悬即教导的时，下骹的同学也是学生，拢会伫遐来回应，甚至会应遮个牧师。有时阵应到尾啊，同学会问讲：啊无，你的升学基础是安怎来？你会安尼来回应牧师？啊无，你的基础、你的证据是安怎来？有时阵有人会提出升学家的意见，总是我捌听过有人讲，我自细汉主理学就是安尼讲。我心内想讲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你真正要安尼出去牧养上帝的教会吗？正成的道路，毋是一条白毯的路，过程也毋是平顺的。我要讲的是，正成的道路，毋是讲今仔日咱困一醒，明仔透早爬起来，咱的生命自动就更新改变。我要讲的是，咱的生命要更新来改变，要更新，要互上帝塑造进前，咱必须要面对一个过程，或者受拍破、受破碎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咱的经历，咱所坚持的物件。受人拍破破碎的时阵，咱绝对会无爽快，咱绝对会无爽快。上帝是完全的，这件代志是真理，永远袂改变。啊，咱的信仰建立伫圣经的顶面，这嘛是正确的。但是人是一个软弱有限的受造，嘛是一个事实。咱所看的圣经会因为翻译的背景以及动机无同，所以字数甲页数检查会无同。总是圣经的内容要传达予咱的信息，绝对袂改变。不过，咱人既然是一个软弱有限的受造，那安尼，圣经嘛是上帝照咱有限的理解，小叙述予咱的。圣经是上帝用咱人有限的理解所叙述予咱的，所以咱人无法度用圣经回头要来掌握上帝，来约束上帝，因为上帝是超越的。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是彼得的一篇讲道篇，分享的对象是一群外邦人，都是罗马帝国、罗马军队的军官甲士兵。咱会当想象，自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，一个犹太人，阁是基督徒的身份，既然会进入到外邦人的厝，尤其是罗马军官的厝，既然都用军官甲士兵来讲道、分享甲见证，这到底是一个啥物款的情形？自咱所领受的圣经节，咱做伙来看。彼得一讲道的头一句话，伊讲：但我确实知，上帝无偏待人，无论倒一个民族，敬畏伊行为正直的人，伊拢欢喜接纳。彼得伊会一讲道进前来大声宣告安尼的话，是因为伊去到哥尼流这位军官的厝，会进前，伊伫一届祈祷的中间看起异象。这异象是讲，对天顶有一块布坠落来伫伊面头前。这块布的内面有各种的走兽、虫蛻，以及空中的飞鸟。总是这些物件，拢总是生命记所记载，或者误会无清气的物，误会无清气的物。上帝却伫这个异象的中间，叫彼得将这些物件抬来食。将这个动物抬来食，我想对犹太人来讲，这个误会无清气的物，哪有可能真正抬来食？所以彼得甲上帝拒绝，伊讲这个是误会无清气的物，袂使食。总是上帝回答彼得讲：
上帝予伊清气的，你毋通看做有位。就安尼，上帝连续3摆，往彼得讲：抬来食。上帝所清气的，你毋通看做有位。后来伫哥尼流这位军官的邀请下面，彼得进入到伊的厝，伊大声听到这位军官分享伊的属灵经验了后，彼得才来讲出这句话。伊讲：上帝无偏待人，无论倒一个民族，敬畏伊行为正直的人，伊拢欢喜接纳。咱若是回头来看约翰福音，伊的后壁，当耶稣搁活了后，伊显现伫门徒的面头前。咱今毋是有看福音，即个约翰福音的记载讲，耶稣伊嘛连续3摆问彼得讲：你有听我无？你有听我无？当彼得回答耶稣讲伊有听耶稣了后，耶稣拢搁大伊回答讲：你牧养我的羊。耶稣相共款连续3摆问彼得讲：你有听我无？你有听我无？嘛连续3摆问彼得讲：你有饲我的羊。耶稣伊并无限定伊的羊是属伫对一个族群，意思是讲耶稣的羊无限定是犹太人，只要是敬畏上帝、行为正直，拢是上帝所欢喜接纳的羊。接续咱若是继续看彼得的讲道，伊的讲道篇内底有2个目标，第一，就是清楚介绍耶稣基督。第二，就是介绍做门徒的资格甲责任。所以，咱看彼得的这篇讲道篇，咱看起2个重点。第一，就是单单来介绍人怎样明白耶稣基督；第二，就是清楚怎样成做门徒，以及做一个门徒的责任。咱大先来看彼得所讲的。彼得大先介绍耶稣的身份，以及伊来到世间的使命。彼得安怎介绍耶稣？伊大声讲耶稣是万民的主，是基督。伊来到世间的使命是传福音。纵使咱若是特别注意来看，咱手中若是和合本，还是讲有台语一本的，彼得毋是讲传福音尔，伊是讲传什么款的福音？什么款的福音？和平的福音对无？是要传和平的福音。既然万民拢是上即个耶稣来主宰，耶稣本身阁是因的救赎者，到伊要来传即个和平的福音，我想这是真适合的。因为耶稣来就是要互人得到平安，总是即个平安就是要通过福音，互人来认罪悔改，阁认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囝。通过安尼，互人甲上帝阁好。也因为福音所要传的是和平、和好、甲平安的信息，所以人不只是爱甲上帝和好，嘛爱甲别人和好。而且上帝要甲人和好的这个好消息，是大声分享给犹太人，因为上帝捌应允讲要将平安赏赐给犹太人。人可能会想讲，做上帝的选民犹太人真好，啥物好康的恩典拢因大声得到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甲上帝和好，甲人相听，互社会充满平安安乐的要求，嘛是大声对犹太人开始。所以先得到恩典的，嘛是大声受上帝要求。当咱的教会设立伫这个社区的时阵，咱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的时，那安尼和好甲平安，兼毋是对咱教会来带头来做起，兼毋是。接续彼得伊介绍耶稣服侍人的资格，以及伊侍奉的内容。照白话字台语圣经所写的，上帝用信心甲才能抹伊。纵是一台语新的台语圣经版本，伊是翻译讲，
上帝用信心甲大能力，甲伊抹油灵命，甲伊抹油灵命。彼得伊一只要表达的是讲，耶稣的侍奉，毋是属血气，毋是属肉体，嘛毋是照人的意思，毋是照人的意思。咱知影讲，自旧约的时代，只有祭司、先知甲君王，才会互人用油来抹来淋面。这个抹油的动作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三个角色：祭司、先知甲君王是直接上帝要使用的人。总是无共的是，这三种角色是人用油来抹。总是自彼得讲道篇，咱看去讲耶稣讲是人用油来抹，毋是上帝亲自用信心甲大能力，信心甲大能力，甲伊抹油甲灵命。所以意思是讲，耶稣伊的身份是上帝亲自来差遣、选调、亲自要来使用的。当咱看强观福音，就是马太、马可甲路加的时，拢有记载，耶稣伫受洗了后，伊对水起来，信心亲像井降临伫伊的顶面，就对天有声讲：“你是我所疼的囝，我欢喜你。”彼得伊介绍了耶稣的身份、使命以及侍奉的资格了后，也来介绍耶稣侍奉的内容。其实咱也是对使徒圣经使徒行传的第10章第1节开始来看起的话，看来到彼得的这段讲道篇的时，咱会发现讲，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，伊有意思一只要摕耶稣甲这位哥尼流的这个军官来做一个对比。这个对比的重点是啥物？这个对比的重点是放伫世间的地位，甲属灵的这个身份。这两个人有啥物款的无同？这个哥尼流，伊是一位罗马军队的军官，伊是领导100人的这个兵种，就是百夫长。总是另外一位咧，另外一位是庄卡地区拿撒勒这个小所在的一个目睭的囝。咱能想象一个罗马的公民，伊阁是军官。我要讲的是，安尼的身份是耶稣的时代，伊要做啥物代志，敢有啥物阻挡，敢有啥物困难？若讲这位军官伊要做歹代志，敢有人敢达阻挡？只是咱知影讲，这位哥尼流军官因为敬畏上帝，所以伊选择做好。以慷慨来征济善车的犹太人，佮不时向上帝来祈祷。总是咱回头来对比耶稣的话，一个拿撒勒，一个庄卡小所在的目睭的囝，无钱、无权、无地位，但是伊却会使逐所在去做好事，就医好所有互魔鬼压制的人。一个无钱、无权、无地位、庄卡所在目睭的囝，会当逐所在做好事，就医好所有互撒旦压制的人。是安尼的人会当做甲比罗马军官较济、较快、较好。彼得讲，因为上帝甲伊支持，因为上帝甲伊同在。一个军官伊检差会当用世间的法度，互人的日子较好过。总是讲心灵上的这个创伤、心理上的这个伤害，也是讲人性顶面的受撒旦魔鬼的捆绑甲压制，迄是只有我靠上帝的神，就是信心的帮助，才会当互人得到讨帮。人检差会当帮助一个人，
互伊的生活的这个环境品质变较好。总是我要讲的是心灵上的问题无去解决，迄个捆绑甲压制会对迄个人死过去。即个魔鬼甲撒旦的压制甲捆绑是有缘之地。彼得伊伫介绍耶稣的中间，咱若是注意来看，伊嘛做伙来介绍伊家己的身份，以及伊甲耶稣的关系。咱看去彼得伊一讲道片的内底，伊无用门徒，伊嘛无用使徒来称呼伊家己，伊用最干净的人来称呼伊家己。一新的台语版本是翻译做见证人。彼得伊一只是要强调，互即位哥尼流的军官知影讲，伊的信仰毋是对别人遐听来。伊的信仰是伊真正本身亲自军队过耶稣，伊经历过耶稣所有的代志，不管是耶稣讲过的道理，伊行过的生业，甲伊的生活的即个信仰生活，才会习惯等等。彼得自头到尾都军队伫耶稣的身躯边来领受、来学习。这有两方面。一方面，彼得要互即位罗马军官知影讲，伊门徒的身份是确实的；另外一方面，伊嘛要互哥尼流即位军官知影讲，伊自头到尾向伊分享、向伊见证的，是伊亲自经历过，毋是第二手的即个消息。上重要的是，见证人也是最干净的人，安尼称呼。嘛是要表明讲，伊军队耶稣的决心。咱知影讲，见证人也是最干净的人，一希腊文内底有另外一个意思，或者殉道者、殉道者、殉道者的意思。所以彼得伊用见证人安尼称呼，是要表达讲，伊为着福音，为着耶稣基督，为着见证的缘故。伊一定将性命来献予耶稣啊！总是咱可能会想讲，那安尼要真做一个最见证的人，检是爱看上帝有对咱有吊命无？检是有爱看上帝有竞选咱无？那安尼咱是要安怎来清楚讲，上帝敢有竞选咱，呼召咱真做即个见证人？一只我要来问几个问题，咱听了后，咱会当来回应。咱敢有相信，咱人生来就有罪，心思意念、言行举止，常常得罪上帝。咱敢有相信？第二个问题，咱敢有相信讲罪，这个罪的结果就是刑罚？若是无伫世间悔改认罪，有永远的火，就要来等咱，咱有相信无？有的人哪学无啥相信。第三，咱敢有相信讲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囝，佫是咱人类的救主？敢有相信？第四，咱敢有相信讲耶稣就是为着咱的罪，代替咱的罪受刑罚？所以依靠伊脚去钉伫十字架顶，敢有相信？倒来，咱敢有相信讲耶稣死伫十字架顶，总是受埋葬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敢有相信？第六，咱敢有相信耶稣搁活了后，用伊新的形体显现伫门徒的面头前，得甲因做伙啉食？敢有相信？最后，咱敢有相信耶稣上天了后，有一天要搁对天降临，审判活人甲死人？拢有相信？我要讲的是，恁若毋是领受信心，哪有法度甲彼得相共款个别信任安尼的信仰？所以恁到底有领受信心无？
所以恁有受呼召甲竞选无？所以咱在场每一个人拢是福音的见证人，敢毋是？敢有阿门？阿门。上帝有听的哦。既然咱有领受信心，信心倒伫咱的中间帮助咱通过读圣经来明白耶稣。那安尼，我要讲的是，耶稣所交代互咱传福音的使命，咱得用心，咱得注意来遵守。因为耶稣交代互咱的福音是和平的福音，所以当咱要出去引带别人甲别人好好进前，咱家己爱大先甲上帝好好，咱家己爱大先甲咱厝内底的人，咱的众兄弟姊妹大先好好，因为咱是受拣选，成做和平福音的见证人。若是讲这个和平的福音无大成是咱的性命有见证的话，安尼咱是要出去见证，这是一个和平的福音。领受信心，毋是为着要点风神，检采有方言、有医病、赶鬼、生业。等等遮的能力，总是我要讲的是，咱身躯顶有安尼的能力，有当时无一定是信心伫咱的身躯顶。总是有一件代志，咱会当来检验。这件代志是啥物？领受信心一个上大的目的，只有引带咱明白耶稣、跟对耶稣、学像耶稣。我咧讲一解。领受信心唯一上大的目的，就是互咱明白耶稣、跟对耶稣、学亲像耶稣。今日咱看到这个彼得，伊会进入到这个罗马军官哥尼流的厝内底，来甲探访，来甲分享这个见证。我要讲的是。即摆的探访毋是偶然的。哥尼流这位罗马军官，伊愿意互一个犹太基督徒进入到伊的厝，都向伊传福音，向伊讲道。我要讲的是，这嘛毋是偶然的代志。虽然哥尼流伊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，伊救济、帮赞、疼惜这个善车的犹太人。伊个常常向上帝祈祷，总是我要讲的是，伊做甲安尼，犹原还阁无法度得救。伊做甲安尼，犹原还阁无法度得救。我要讲的是，因为这位哥尼流，伊还未明白耶稣基督，伊还未通过耶稣基督的名来认罪悔改，得到上帝的赦免。照历史的角度来研究。这位哥尼流的军官，伊是一位外邦人，总是伊是一位认同犹太教的外邦人。伊无受割礼，伊嘛无一定有加入这个犹太教，总是伊是一个认同这个信仰，伊是一个相信上帝，伊是一个想要遵照这个律法甲诫命去行的人，总是。伊还未明白这个信仰的中心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上帝伊通过异象，互哥尼流甲彼得会当相见面。一位是外邦人，总是伊是一位敬畏上帝、听伊选民的外邦人；另外一位是一位真正跟对耶稣、明白耶稣，都愿意见证耶稣的人。所以，伫彼得伊整个探访的过程的中间，伊大声来表明伊前去到遐的即个原因。接续伊就详细来听受访者因的需要。伫彼得伊听了即个受访者的需要了后，彼得伊就来学乐上帝奇妙引带，甲宣告上帝极大的救恩。总是咱若注意看，接续
彼得伊的讲道片内底，伊无讲别项，伊只是单单来分享耶稣，甲见证伊军队耶稣的经历。重点是，伫伊分享介绍耶稣的过程中间，伊互这位军官哥尼流来明白，上帝对外邦人的救恩是伫早前就计划好啊。总是伊嘛，互即个哥尼流的军官知影讲，伫未来有一个最后的审判，上帝嘛早就计划好啊。所以彼得是要互哥尼流来明白讲，你当下只有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囝，佮伊来到世间的所在，你才会得到救赎，你才会得到救赎，以及帮助你甲上帝真正的和好。所以，一整个的探访的过程，彼得伊无用心理学，伊嘛无用俗世间任何的遮个辅导的技巧，伊只是单单来介绍耶稣基督，伊只是独独将上帝伫过去甲未来的计划，以及当下现在人要安怎来选择甲回应上帝的呼召。所以，伫整个的讲道片内底，咱看去过去、未来跟当下要做的事情。过去甲未来，上帝计划甲当下，咱人要安怎做选择的即个回应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咱会当意识到一件真重要的代志。领受信心是要互咱明白耶稣，总是明白的过程。检测会有冲突，会有无爽快，因为咱过去所坚持的这个信念，检测会受拍破。总是受拍破了后，会互信心倒来重新塑造。领受信心也是要互咱军队耶稣。若是讲耶稣所传的是和平的福音，耶稣本身也愿意为着和平的福音来牺牲的时。那安尼，照头我所讲的，见证人也是顺道者，安尼道理的话，咱嘛每一个人爱真做，因为上帝要听世间的这个原因，互上帝来使用，奉献家己的性命来见证这个和平的福音。领受信心，最后上重要的是要互咱亲像耶稣，互咱亲像耶稣。咱知影讲彼得。耶稣捌甲伊讲，是你年老的时，你要受绑，互人带去到你无愿意去的即个所在。所以，咱每一届的探访，每一届的关怀，检测毋是去咱想要去，咱感觉欢喜爽快的所在。就算讲是咱无欢喜、无爽快、无想要去的所在，咱犹原爱顺服伫上帝的引带，去到遐。将上帝伫过去、将来的计划，以及现在你只有我靠耶稣基督，才会得救的福音来分享给人。愿上帝的神就是信心，继续来帮助咱。照上帝感动予彼得的这个讲道，照这个讲道片来监察咱家己，看咱家己的所行、所做、心思意念有符合信心同在的记号无？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信心的缘故，阮时常得到你所守赐予的恩典。因为你信心的缘故，阮每一届看圣经，都当得到感动，都当得到你要予阮的启示。总是主上帝恳求你通过信心，会当予阮知影，你所守赐予阮的信心，是要予阮会当明白耶稣，跟对耶稣，亲像耶稣。主啊，是今仔日彼得的探访下面，搁是伊的讲道片分享的下面，会当予阮知影讲，要探访上重要的，就是去到人的中间，将上帝过去甲将来计划分享予人知，以及现在爱相信耶稣是基督，
安尼福音的代志嘛分享互人知。愿主你的神继续引带阮、监察阮、提醒阮。愿安尼祈祷、感谢、交托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这是咱三个过来用圣诗第194首，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见。请大家起立，咱来吟全首。继续来奉献，请左显荣、穆桂英两位执事。
报告进前，咱先来读今仔日的经句。伫咱的周报后壁上尾页，各地别个并无拯救，因为伫天下无手术，别个名伫人的中间，互咱点伫伊来得救。使徒行传第4章12节，请。拯救，因为伫天下无手术，别个名伫人的中间，互咱点来得救。使徒行传第4章12节，各地别个并无拯救，因为伫天下无手术，别个名的人中间，互咱点伫伊来得救。使徒行传第4章12节。请咱来看今仔周报当中，头一啊是咱的礼拜当中的服侍，出席人员，后周的服侍，请大家来注意。第二啊是咱的周间的团契组织，搁教育部课程，最近拢差不多暂停，但是15号1月15迄日才有开始上晋升课程，所长了来教咱来认识上帝的话。过来就是咱主日学，才逐班拢有伫组织。第三也是咱的小组组织，才欢迎咱的新朋友会当来参加咱小组的组织。第四也是导组，为了咱需要代志来代祷。遮侪侪事项，咱会当来关心，替伊代祷。第六也是咱的奉献证明，一遮若是有漏交，也是毋对的所在，请用咱的长职来反映。第七页本主日，今日是活定奉献的主日，咱就为着咱的奉献。来回应上帝的恩典。今下晡1点半，伫701会议室要召开今仔新年度1月份定期的中职会。煞了后要接受探访100训练，探访100训练了后，搁咱的小会要开会。后礼拜是国内外宣道奉献的主日，请咱大家来关心、来代祷、来替因奉献。关怀部伫后周12点701会是要召开伊的部会，请部员来进入看。12点半是主日学的会议，踮伫9楼要召开。行政部会议伫下晡点半嘛是705会议室，来遮召开咱的行政部的会议。1月2日即日下晡3点，该是拜六，咱的教会发展委员会嘛是要开会，请有遮看到家己名单的人来出席。第8页是咱教会的消息，教会为着要训练大家来认识、关心，诚做一个陪伴者，也是一个行动去参与关怀，才有一个探访100的训练课程。伫遮呢，陆陆续续拢有固定的时间来训练，请咱所有的会友拢大家来出席。花艺班伫1月2日拜六早时10点，伫705的教室要插一盆食大盆的花。遮即摆有17个人报名，伊的目标是15个人，请遮还未报名也有兴趣的人继续来报名。是按咱的美玲姐，朱美玲姐来报名。
教界消息。本会李庆忠长老伫1月19要出席参加北大阿卡小组的会议，请代导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教育委员会的基督教会的教育中心的消息，而且是为着咱青少年甲儿童才会教材爱出一个新书发表会。美好的卡甲系列的绘图本这嘛是伫咱长老教会就开始制作的代志，咱同齐来关心，因为咱长老教会爱有一个真好的教材，去互咱的囡仔甲青少年。第9页，宗教改革500年。遮有一个马丁路德的行程去到德国遮嘛是会让大家来参与。台湾长老教会遮嘛有一个同性议题遮嘛有一个座谈会，还佫有咱的日光少年的营会，请大家来参加遮有青少年会使参加的来参加。其他消息，合作社伫今仔日中昼。12点半伫701会议室要召开合作社理干事会，请这理干事来出席。其他请牧师来补充报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直接要来再做这个介绍以及补充的这个报告。大先我来介绍第一届来到咱中间，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姊妹。才有一位柯颂美、许颂梅姐妹阿姊阿伯，咱甲欢迎。好，请坐。请咱当工一等的爱餐的时阵来协助来服务。好，一昨的这个透早，咱教会这个主题，这个公示，甲这个一成有来通过结婚礼拜，完成婚姻的约。今仔日伊是咱的中间，要来甲咱感谢咱的帮忙以及参与，咱请这个讲师甲一成起立。好，我嘛看起较早是男性的这个同学啦吼，算讲同学。咱请咱许晨佑。毋是，我是讲有做其他的迄个男性的人。男性的。来，咱先请陈佑啦，陈佑传道夫妇陈佑传道夫妇。欢迎您昨半工下落来参加这个公司这个婚礼。好，在座讲倒有男性的学生秘籍这个角落，我无看到的，无人吼。好，一只来补充报告，就是迄个第8页。第8页迄个探访18个训练的课程，主题是你愿意正做陪伴者无？头前3点其实是这支课程的3个部分。第一部分，我会对圣经的方面来探讨关怀的这个行动；第二个部分是要对这个实务中来探讨这个关怀行动甲这个操练；第三就是阮未来会制作一本探访的手册，甲这个所在会当互阮探访的时阵来使用。下骹日期甲即个时间，咱就照咱所属的团契甲小组一遐来参与。好，一只做补充的报告。上映第395首，即兴题为阮感谢你。请起立，应转首。即兴提杯，我感谢你，受你作给撒给，心内最后给你铭记，对主不会打碎。
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这个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，三位一体上帝的恩典，看顾甲保守，到阮三角之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祝歌。电压袂到。请牧师行平安礼。好，咱即时做伙起立，用握手来享受和平的福音。